咁至於管道封閉嘅原因咧，係據現場消息所講啦，係冇聲嘅電單車啦喺每啲腳趾甲仲可能要長啲添。隧道公司咧係已經將紅隧嘅2條管道。佢有邊好驚佢有啲。阿妹好似做一個 protector 咁。你用呢個嚟影 video 啊？呢個容易上網啊嘛。但係問題你呢可以見到啦，其實呢個時間咧應該係放工嘅繁忙時間㗎，咁好多嘅過海巴士啦，同埋一啲嘅私家車啦，都係咧停晒喺呢一個妹做乜成日俾人問啫？隧道香港入口有嘅管道口呢一度。Go。睇電視未睇過電視啊？冇聲㗎。佢隻腳好遠啊，冇聲佢跳落去，冇腳趾甲，佢哋叱咤嗰啲腳趾甲嚟㗎嘛。咁隧道公司咧就已經將紅隧嘅2條管道咧係完全封閉。